陪你讀金句。奸詐人的道路滿布荊棘和網羅，謹慎自己的必遠離這些。箴言22章5節。喺呢個充滿變數嘅世界，我哋每日都要選擇自己要走嘅路，有啲路睇落去好平坦，背後卻隱藏住危險。今日同大家一齊思考箴言22章5節嘅提醒。經文將奸詐人嘅道路描繪成滿布荊棘同埋網羅，荊棘會傷人，網羅會困人。呢一個係一個強烈嘅警告，千祈唔好為咗追求短暫嘅利益而選擇犧牲誠實嘅道路。唯有成為一個謹慎嘅人，時刻省察內心，我哋先至可以睇清陷阱，並且有遠離誘惑嘅智慧同埋勇氣。如果你喜歡今日嘅內容，請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亦都歡迎你留言同我哋分享下呢一段金句帶俾你嘅感受，或者將我哋嘅影片轉發出去，祝福更多嘅人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！